Hi，我係 Anita。你哋嘅感情而家係咪冷戰緊，面臨分手，甚至係分咗手？但係你好痛苦，想對方揾返你，但係你偏偏又冇辦法呢？我哋今日話俾你聽，有咩辦法可以令對方自己揾返你？大家好，我係 Anita，歡迎嚟到宇宙愛神呢個 channel。我係一位吸引力法則導師，亦係臼井靈氣大師。過去4年，我研究吸引力法則點樣可以幫我哋人生變得更加好，亦都用咗2年時間幫助超過300位人士揾出佢哋工作、金錢、感情嘅潛意識障礙，令佢哋明白到點解佢哋好努力都突破唔到自己想要嘅成績，或者佢哋唔想要嘅事，點解無限循環喺佢哋人生出現呢？當佢哋知道佢哋嘅問題所在，然後剷除呢啲潛意識障礙之後，佢哋嘅人生就爆發出嚟啦。今日我哋講下感情，你而家係咪面臨緊分手、冷戰，或者係已經分咗手，但係你又好想對方主動會揾返你呢？咁你諗唔諗到有啲咩方法可以做到？其實根據我學咗4年嘅吸引力法則，同埋我嘅觀察，我嘅學生、我嘅客人，佢哋成功同埋失敗嘅個案呢，咁其實我知道有好多方法都係可以令到對方自動揾返你嘅。嗱，其中一種就叫做耳語法。咁乜嘢係耳語法呢？咁耳語法咧有幾個步驟嘅。首先第一個步驟，你要調整你嘅情緒。因為喺你心情低落啦，非常難過嘅時候咧，係唔能夠顯化到你想要嘅嘢。咁你可能話：我而家都非常傷心，我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好開心呢？其實你唔需要令到自己好開心嘅，我只係需要你拎幾分鐘出嚟，調整到你嘅情緒係去到平靜。因為平靜你自己就會能量好，能量好你就會容易吸引到你想要嘅嘢。第二個步驟咧，就係設立你嘅目標啦。咁設立乜嘢目標咧？你可能設立一個復合嘅目標啦，或者設立一個簡單啲嘅，佢快啲打返電話俾你，快啲揾你嘅目標啦。又或者你係想同一個特定嘅人聯絡，咁都可以嘅。咁但係我哋必須要有一個清晰明確嘅目標，每次係一個目標嘅啫。因為你有目標咧，我哋先可以繼續前進嘅。第3個步驟咧，就係請你拎張紙、拎支筆出嚟，寫低你嘅目標。譬如你要同邊個復合，你點解要復合？你要寫低呢個原因，因為喺你寫嘅時候咧，其實係同你嘅潛意識溝通緊。你係話俾佢聽點解我要做呢件事，然後佢收到你嘅 order 咧，佢就會幫你去處理呢一件事啦。咁最少咧，我哋係要寫5至10個原因嘅。咁如果你話5至10個原因好似好多喎，我一個都寫唔出喎。如果你係一個理由都寫唔出嘅咧，咁我恭喜你啦，因為對方係唔值得你同佢復合啦。第4個步驟咧，我哋就需要揾一個安全、安靜、冇人騷擾你嘅地方，靜靜地坐落嚟，然後慢慢深呼吸3到5分鐘。因為深呼吸咧係可以令到我哋嘅情緒變得平靜，平靜嘅情緒咧係可以提高我哋嘅能量。當你能量提高咗咧，你想顯化嘅嘢就會快啲嚟啦。第5個步驟咧，我哋係進入冥想嘅可視化步驟。咁我哋坐低眯埋眼，喺冥想裏面咧，我哋見到我哋嘅特定對象，或者你想復合嘅對象，見到佢坐喺一個地方，或者係佢喺嗰個地方休息，而呢個地方咧最好係你都熟悉嘅。然後你慢慢行埋佢身邊，喺佢耳邊講嘢。咁講咩咧？就係講你想去做嘅嘢。例如佢仲係好掛住你啦，佢想復合啦，佢好想見到你啦，或者你命令佢今晚就要打電話聯絡你啦。我哋咧就將呢啲説話講3次，講完3次之後咧，你就慢慢退出個場景，然後咧我哋慢慢翻返嚟深呼吸，再張開眼睛，然後我哋如常咁樣繼續工作。成個耳語法咧就咁樣完咗噶啦。好多人用耳語法咧已經顯化咗佢哋想要嘅目標，因為耳語法除咗用喺感情上面，仲可以用喺其他方面嘅。咁但係有一點我哋要非常之留意，就係我哋要用正確同埋好嘅意念去用耳語法。如果你用咗壞嘅心念同埋一個唔好嘅意圖去用耳語法咧，最後呢一個唔好嘅能量一定係翻去你自己身上嘅。但係如果你識得用一個正面同埋好嘅心念去做咧，一定可以做到雙贏嘅局面。
其實除咗意語法，仲有好多其他方法可以將對方吸引翻嚟，令佢主動揾翻你嘅。今日我哋就分享住一個方法先，下一次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嘅方法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嘅，請你俾個 like，未訂閱嘅請你訂閱。我哋下一次再見，拜拜。